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当日瑞士举行，会期第2天有12个理念甲台湾写亲像的国家，亲像这美国、英国都出声挺台湾参与 WHO， 毋过中国却是带头反对，落尾世界卫生组织是决议无要邀请台湾参加这届 WHO。咱的外交部伫早起也召开记者会，表达遗憾甲不满。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直至进入第1天议程，甲台湾理念同款的国家代表，比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友邦，拢發言強調社會的咱愛包含有價值盟友台灣，力挺台灣參加 WHO。 And that we includes constructive stakeholders who have a role to pla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rongly suppor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nd in the WHO's work more broadly. 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an observer at the WHO and be given meaningful access to all relevant technical meetings. 不過，中國代表不滿真一個支持台灣的發言，2擺要求申訴恢復權，各一擺表示一定的原則。中方奉勸有關國家不要挑戰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決定，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也不要為台灣獨謀站台。最後，在中國甲巴基斯坦帶頭反對之下，世衛組織駁回邀請台灣用觀察員的身份參加大會提案。台灣外交部也表示遺憾及不滿。中國是施壓 WHO 排除台灣人民參與的元兇，竟然厚顏匡稱在其安排下，台灣能夠及時與 WHO 交換資訊，以應處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外交部強調，中國故意對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做出歪曲、錯誤的政治性詮釋，誤導外界認為台灣的國際參加愛中轟動氣。不過，也是感謝友邦代表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世界衛生組織因為中國政治壓力，將台灣固在在門外，不只是不公不義，更對全球健康造成嚴重的威脅。記者綜合報道。